媒体。讲到一半，随闹广电，高虹安的委屈无人知，紧离开现场去切目屎。王安回来，你真的，平静一下。辛辛苦苦写论文，因为选择方讲是用抄的，互高虹安无法度接受。啊，那读到辛辛那提的博士，因为选举压力受过大，互委员的目屎佮滴落来。我的同学也有很多，其实他们是真的很厉害。所以当你今天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你绝对不敢去自称学霸。但是问题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媒体对我身上加注的这些封号啊。他们想要叫我学霸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伫咧点影片考2摆，会遮尔艰苦，就是唔甘愿博士论文，互讲做是用抄的。啊，高虹安安怎想也想袂到，每回会互大家来改革。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，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水，让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有不舒服的感受。我要再次诚恳地来向大家道歉。讲家己讲话受过头紧，赶紧出面回息咧。毋过伊互邀请10月7日要去中华大学演讲，网友无按什么放伊煞。有人留言讲，规去清大、交大，现在要来中华大学开销，无人警惕讲爱好好准备好椅子啊，因为有高级人物要来咯。不希望他来，他讲这种话太过分。中华大学学生会嘛建议学校演讲先慢车咧，或者是直接取消。选战特别到候选人讲的话，拢引起大家注意，每一张选票拢得失袂起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